老爷，迄唔使叫好王不得不就，还是无落个卡上。哼！有影无？我命令你即摆过去，将迄白玉叶摕来互我。嘿，叫你去摕，咪较紧嘞。行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记得啦。那个囝啊，还是讲落在我的手头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紧，将迄白玉叶给我。白玉叶是魔界之物，我凭什么爱用你？啊无，咱来讲些条件好无？你是有啥物资格甲我讲条件？无情况的鬼牛蛋。我无食药是无资格，也毋过当今的宰相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坦白甲你讲，当今的宰相早就知影白玉屉的秘密，所以我一定要摕到白玉屉，贡献给皇上。原来你是想要利用白玉屉，将当今的皇上送入去地府，通好夺取江山是不相办。这是宰相的计策，你若是甲我合作，我一定保你伫宰相的面头前享受荣华。你哪会知我是大？过以来，荣华富贵啥也无。我来讲，当今的武道夫君，若是一个死，你就会这伊的良医。良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是个真够讲话。好，我知。不过，我这摆还有要紧的代志要办。你个囝，我已经先交互你，然后要替我一见宰相。班长，你有什么代志？并提啦，想袂到。你即摆又搁想要造反定是？这是我的代志，无需要你管。白玉镜是咱无界物件，你若是将伊送互迄个奸细，师傅是绝对袂原谅你的。哼，你免讲啊，遐尔好听。你想讲我毋知你想啥是？你想要将白玉镜交我无咧？我看你上好是死心，毋通伫遐做面盲。红红，你有啥物搞做对咧？你这不要惊气啊！你哪会做我惊我闪？我地方帮你耍，哦，哇，实在是真水大了。还阁有水啦！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！安尼嘴打后看，我就有水。哎。哦，实在真好啉，哦，感觉甜啦。你们吃爽快。哎呦，我规身躯内拢变轻松起来。哦，啊，我这个水啊，什么水啊呢？天山白玉水啊！我捌听过这传说有咧讲，这天山白玉水啊，是这有万年的修为啊，已经是修行得道啊呢。听讲啊，这天山白玉水出现的时阵哦，拢无固定所在，随时随地拢会出现的。莫怪会这么好啉哦。真好真好，哎，真福气哦。哎，毋是火龙王。火龙王，火龙王，火龙王，啊，你甲叫都叫袂醒。啊，天山白玉水，
我听讲哦，这条水哦，不但会当医这个疑难杂症，还会当起死回生。赶紧来提水来甲叫。那无水啊？奇怪，那啉一啉啊，怎无水啦？哎呦，当时正紧急的时阵哦，你嘛咧顶面衫底下出来，互我通救人。我明明就看伊跳跳落来，哪会无看到人影？无非是哈。我嘛感觉真奇怪，准讲是死去，嘛应该有一个尸体才对啊。我看这两个人无死哦，咱都爱甲他找着。啊无吼，我恐惊白玉镜落在别人的手头。啊那遮衰啦！哎呦，衰甲政府我死太过哦，哪去拄着这两个啦？啊，迄个意思啊？对。慢走，慢走，你哪动啊？哎，你看恁两个啦，安尼喘皮皮，是咧走啥啦？蔡海兄，我看你要走一地。好啦，啊，恁两个安尼敢若袂输某表不贵，敢若袂输魔神啊咧！啊，你安尼啊定条条是要定要创啥啦？啊！好，你莫讲，不要惊咧。我唔知啦，火红红咧。我嘛唔知，我精神的时阵都无看到伊啊咧。嘿，啊这也唔知，迄也唔知，你甲恁爸当做三个囡仔，我甲你讲哦，你也无讲出来，要拍互你死哦。哎，有话好啊讲啦，火气莫遮大啦，会伤身体了。你甲恁爸咧拍哪凉哦？好死！对啦！小心！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我小心创造，我带你烦恼全部拉上出去，上戏嘛好。啊！哎，真是要我较早记负做。这招叫做比列水酒，我早就怀疑你轻重不容。不管你什么来历，我今日拍出你的原形来。你这个臭回收！我是活动唔多，给你演着啦！过来你下！你俩拍生我的人，你的人该死，这所有人都该死！咱无可能迄个臭回收，我你走去倒位？我入来你这条命！你都再稍等一下，我来去叫门。喂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稳定去啊！喂，刚刚无人呢，我咱掠去就好。来，我说你咧。秋千，你想做？规日过来要跳伞，赶紧快，艰苦的。你小啉来。东海啊，小青的分片强要散去啊！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要若无，小青伊就永远消失去啊！但是要安怎才好呢？啊？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小青，无良伯呀，我这阵店哪内底要拍到日头，我人感觉有较爽快啊。真是的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我也毋过你伫内面，我等下变仔出来。不用紧啊，若等天暗的时阵，你甲挂掀开，我自然就用出来。安尼哦，好，安尼我就跟咱早起身躯的。
安尼若艰苦，你还发声呢？我会啦。对啦，无连表兄，你家己爱较小心一点嘛哦。我知啦。对啦，我即马就爱先来去救金上的三个人。泡泡姐，泡泡姐啊！贵己是你啦？是。蔡怀秀，你要走倒去？明天等。啊好啊好，你甲我逼到吼，前无路后无步，我看啊无第二条路人行啦。看起来吼，这也是缘啦。想要水遁，无遐尼简单。无连表兄，小青，这是啥物所在？这是客栈啊。客栈。下暗我想要到这坐禅，看用个像以前安尼，落来去地甲无？也毋过，你若是去地个，敢有把握会当叫你人领出来？实在认为啊，我想要试看卖咧。对啦，小青，你即马是中阴之身，出入地个，自然就来去较方便。小等下吼，等我来入定了后，你也甲我斗带路呢。我。小青，你莫考虑遐尔多啦，你一定甲我斗3工的。好，我试看卖。这是啥所在？哎呦，我唔叫来伫遮呢。哎呦，要甲我叫来伫遮，我甲放伫较安全的所在，我甲放喺水池边啊。哦，啊，毋过刚才我功夫太好了，啊，若无即声会滑落水池底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你让我惊一个呢，你嘛小出声一个。啊？白玉镜，施主啊，这面白玉镜，你嘛想要爱这面镜心？哎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是有一个合作仆人的啦，伊想讲哦，要借这面白玉镜吼，落去地府救伊的老母。真是一个孝子，听起来真使人感动。外口迄位是谁？我靠！臭坏小女，我在你边内底，你免搁逼啊！你做受死！哎呦，啊，你这个安尼阴魂不散的啊，哈，啊，对我对调调啦，啊，你看要安怎啦？你放心，我若无要和伊入来，伊是永远找无正。哦，安尼哦，啊对啦，施主，我还未请问你是？我是白玉水。啊，白玉水？你免着惊，我是看到你要救火红红的双眼，无顾着家己的性命，这使我真奇怪。敢讲你唔知影伊是魔界的人？这我也是知影啦。虽然伊是魔界的人，也毋过伊已经一心向善。我假使若无来救伊啊，虽然我是佛界，敢是反倒转来变做讲我有魔心呢？佛界魔心，既然若是安尼，无论如何，我嘛要帮助你医好火红红的双眼。真多谢。啊是讲白玉镜，这面镜是用天山白玉水所炼成，本来是我的物件，8年前被魔界人偷摕去，即马是要归原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本来我是想讲要甲你参详，要甲你借这面镜。既然你敢袂答应哦，无要紧啦，无准煞啦。拄则你敢毋是有提起木莲这个人？啊？无迄啦，小青啦。一阴一阳，想要利用邪神进入要地府，哪有遐简单？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
边只有一条路，咱行来看马虎。好，行。毋是木莲，木莲啊！别看，你敢袂记？你即马甲因是踮伫咧两个无共的世界，你安怎话，伊嘛无听。毋过因即马咧找无路咧，伫咧直找你看。你放心，我会予你一支鼓仔钉，你向东边一直行，因自然会甲你见面。多谢多谢。对，鼓仔钉，我讲起来爱来找木莲。我咧举一支鼓仔钉吼，哪行吼，哪感觉奇怪呢？光头白日举一支鼓仔钉，这世间哦，敢真是这么黑暗是？那你啊，有缘回首，咱两个人不知缘吼。毋是，我甲你是结缘啊，毋是善缘啊。你一下生水，一下生火，到底选必须回应。你食饭有限，管事阁袂少啊！唔在死我。你什么人？哼，你敢有资格问我？紧走，我在等死。哎呦，咱这个所在找百外摆啊啦，警察无甲涂骹晓过来啦，安哪找就找无白玉镜，安尼奇怪咧。小弟，那敢有一个人呢？哎呦，哎呦，乌索索。哎呦，哎呦，铁蛋啊！咱捌来过，无连边啊，这个所在敢若毋是地港呢？啊，毋是地角哦。哎呀，安尼咱来唔着所代志啊，那要安怎？啊，小青，你看，还有一把电话火。啊，是啊，电话火第一行楼，我来门看卖好。好，行，紧。喂，头前个人，稍等下。好。咱来，我都等来遮。师傅，师傅。恁两个真是那秀啊！师傅，你哪伫咧遮？明明你是我，啊
啊，为了心爱现实的生活，今仔分东西，问天去问地，一种痛苦，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香袂味，嘛着做一个伊。